较早囡仔咧耍的红仔票、巷仔口的柑仔店、公共电话、甲楼客盘等等，即卖囡仔可能真侪都毋捌看过。屏东县府即卖推出一个展览，重现70年代街仔路的景象，要互民众过年时会当来遮听答，互大人怀念囡仔时，互囡仔认捌古早味。投5块钱进去，然后转，然后就下来了。向孙仔解说较早安怎用糖仔机转糖仔。另外一边的孔明车后座的箱仔内底有干乐和红仔票，互人足想要教一个。这个佚佗物仔是屏东县政府规划展览，即摆用少年以早为主题，打造古早时代的街仔厝内设计浸水式的情景，互大人囡仔亲像行入去70年代。很多东西都是我小时候看到的东西，比如说明星照片跟唱片啊。对啊，因为唱片都是因为他们里面的那个照片是黑胶唱片啊。对。那我们小时候有听过啊。对。然后看到小时候吃的那个糖果的那个糖果盒。小时候家里都有这种时钟啦，对。啊，这种大时钟差不多公司也有啦。这个都是我们儿子小时候，爸爸都会那个骑脚踏车带我们去看电影。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，展览会到3月15，若看会到以早录音角角的公共电话，嘛甲早期家庭生活的架景，用明星海报参艺人的刻盘原样呈现出来。文化处讲，特别感谢在地收藏家富哥，展览有95%的旧物仔拢是富哥的宝贝，因为伊真慷慨，展览才会当这么丰富。就像时光隧道一样，瞬间就是拉回到小时候那个状况。每一个人都会很高兴的会说：“哎，我以前小时候有玩过这个东西，我们家里曾经也有，这我也有看过，这个东西现在还留着。”对，会唤起大家一个共鸣。现在用完机器的社会，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继续留下去，不像那个年代。东西很贵，可是它是做到最精致。透过这场展览，可以去回味到，或者是去看到过去不同年代的这个生活轨迹。除了展览，演武场门口嘛有放一只红色大只的猪公，增加过年过节的气氛，吸引袂少民众翕相拍卡。富哥讲，时间一直咧行，只有这个古早味才有法度把时间暂停落来。伊嘛邀请民众到店来敲找，找出属于家己的故事甲记忆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